老板娘，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Ratna Nurlaili，我今年35岁，我的身高152公分，我的体重66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今年工作在印尼2年，照顾老人。我愿意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照顾小孩，照顾婴儿。我会做家事，当衣服、洗衣服、煮饭。我会保持干净。我愿意煮猪肉，但是我不能吃猪肉。谢谢。